针对台湾这几年大学生教育成绩的问题，清华大学用大数据分析2016到2023年，以困难度和投入时间来做标准，研究6260个学生，发现讲这成绩表现愈好的、愈愿意去挑战愈困难的课程，袂去想讲要求分数较悬、选较难的课程，打破外界对大学生选课行为的想法。 学生专心听老师上课，哪听哪做笔记。清华大学针对大学生选课内容做研究，发现成绩愈好的学生，在选择专业课程过程中，愈重视学习的内容，较愿意去选修较困难的课程。给分的甜度嘛，不能说太夸张，全部都很低分或全部都很高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很难去确定说我们最后面学到的东西是不是扎实的。倾向就是希望说，可以真的学习到东西，然后可以带得出去，然后在业界也可以发展自己的所长，这样子。困难课程呢，是我非常想要去挑战和学习的，因为我觉得困难课程对于企业来说，可能会想要知道说，那这堂课程我是如何去克服啊，或者如何去学习的。对清华大学学生的回应，会当看出学生所重视的是敢有法度学到实实在在用得到的知识。这份调查报告是以2016到2023年之间，对28000门专业课程当中的6260个学生去做的研究，以困难度甲上课需要的时间做标准，来分析学生在各种课程的学习表现。调查显示，就算是较深的课程，学生也是愿意修课。 不是干那为了要摕高分加学分，大概都是基础理论型的啊，比如说一些数学类型的啦，或者说一些物理之类的啊。那这个它本来就是具有比较艰深的一些理论，所以学生在修课的时候确实要花很多时间。但我们也发现他们其实也愿意投入，所以修的都还不错，成绩也都获得很好的一个回馈。那这些资料呢，当然就是会跟这些老师们来做分享。 那提供给他们一些基础，来看他们需不需要做在教学上的一些调整。清华大学指出，透过这项研究，除了初步掌握学生选课的兴趣，在未来会当协助学校调整课程规划，设计出符合学生需求的课程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